呢個福音在羅馬書8第1節講到，見到這樣了，在耶穌基督嘅內中唔會定處罰，係嚟殺在耶穌基督，係嚟殺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唔會定處罰。但係呢，因為這呢個羅馬書8第2節樣講到，信靈本是個生命，信靈帶是個脫離。在耶穌基督信靈第個脫離唔係定處罰定呢個罪惡嘅方面、死亡嘅方面，係嚟殺在耶穌基督內中，相信耶穌基督係救主啥，唔係定處罰，因為信靈都係上帝，耶穌基督嘅靈帶是個係脫離，帶是個係特性，也呢是個唔係定處罰，是個自由嘅人，在耶穌基督。呢個罪控制到，唔係呢個死亡控制到，也呢是個脫離嘅人。哦，感謝主，上帝寫這個人類來所相信嘅啥，得到脫離。阿門。